係，唔該晒加密愛禮信小學木笛隊嘅精彩表現。呢個時間咧，同其中2位嘅隊員啦，同埋佢哋嘅導師黃 Sir 傾下偈嘅，歡迎晒你哋。係黃 Sir，其實木笛咧本身有啲咩特色嘅咧？木笛咧就個結構雖然比較簡單，但佢音色咧係相當之好嘅，可以去吹好溫柔嘅音樂啦，亦都可以吹咧好跳躍嘅音樂。咁同埋而家最近咧，亦都有好多嘅樂章咧，就專係編排俾木笛去吹嘅，不論係獨奏或者合奏咧，都係好適合嘅。咁你哋校方咧覺得小朋友吹木笛咧，對佢哋有啲咩幫助，有咩好處啊？首先咧就因為木笛咧個價錢咧非常之便宜啦，咁其實20幾蚊咧就已經可以買到一支啦。咁一般嘅同學咧都可以負擔得起，而且學木笛嘅基本功咧一啲都唔困難嘅。咁要學好木笛嘅話咧就比較容易啦，咁所以我哋學校咧就喺2、3年班咧就已經係訓練同學去學呢個木笛。咁基本上佢哋帶住木笛啊，可以任何嘅一個地方去啊，咁佢哋都可以享受到咧吹音樂嘅樂趣嘅。係啊，最緊要啊負擔得起，同埋咧又攜帶方便咁樣啦，係嘛？正確。都係易學難精啊，我估啊。不如問下啲同學仔啦，好嘛？係2位，咁我想問你哋學咗幾耐啦？我就其實學咗木笛2年嘅，不過咧正式加入笛隊只有1年。哦，咁啊，余同學咧？咁咧我就學咗笛咧就3年啦，不過入去笛隊咧就係4年級到6年級。哇，其實都唔短日子㗎咯喎，係咪啊？都起碼2年以上㗎咯喎。咁有咩吸引到你哋去學啊？我3年級嗰陣時咧，對木笛一啲興趣都冇嘅，但係4年級嗰陣時咧就聽過 Mr. Wong 嘅對木笛嘅介紹，所以咧就對木笛產生好濃厚嘅興趣。余同學咧？咁我都係3年級初面對呢支笛咧，就覺得好冇興趣，都唔知咩嚟㗎嘛，係啦，係咁唔知咩嚟。咁咧就聽到 Mr. Wong 有一次吹笛，覺得好好聽，跟住我就想問佢點樣可以吹到一支笛咁好聽，就於是拜佢為師咯。哇 ！Mr. Wong 真係你哋嘅啟蒙老師喎，由對呢樣嘢冇興趣，變咗產生咗興趣出嚟係嘛？咁當中有啲咩技巧咁樣㗎？吹木銅笛咧就要有力度咧就要適中啦，手指上落都要平均，唔係咧就好容易吹走音。係咪啊？我哋要根據佢嘅調號嚟吹返每一種嘅唔同嘅音咯。覺得最難喺邊一度咧？喺演繹嗰方面咧，首先要知道佢背景係點樣啦，然後先可以吹到，唔係你可能會吹錯佢嘅感情咯。咁譬如個樂趣方面咧，亦都有嘅，喺邊度嚟啊？喺樂趣嗰度咧，就如果你可以有啲生動嘅歌咧，就可以成日吹啦，就可以令我哋更加開心。其實黃 Sir 教啲小朋友咧真係唔簡單嘅係嘛，又要練佢哋嘅定力啊，有個恒心咁先得嘅喎，係嘛？你覺得有啲咩困難添咧？其實最初小朋友參加嘅時候咧，一定係好開心嘅，好投入嘅。咁但係點樣維持佢哋嘅興趣咧？呢個都係一個比較要掌握嘅地方咯。咁所以不時咧都要有一啲我有啲嘅示範啦，俾佢哋要挑戰到我啦咁樣。咁先可以令到佢哋咧即係有個興趣喺度嘅。係啦係啦。好，今日多謝晒3位上嚟同大家傾偈嘅。